大家好，今日介紹一套石岐區嘅星際豪庭俾大家。我身後呢就係石岐嘅萬象匯啊，金鷹半山花園。星際豪庭呢個樓盤呢，屋苑呢離呢個萬象匯呢1公里都唔需要㗎，幾百米就到啦。咁目前而家金鷹半山花園嘅二手房成交價呢，都係12000到13000左右。咁星際豪庭呢邊呢，同金鷹半山花園呢，同一個地段，同樣嘅配套，單價只要8000幾9000蚊就有交易啦。今日介紹呢套房呢係87平方嘅，總價75萬。先睇下個視野啊，好開揚㗎，冇遮擋，而且過去金鷹咧都好方便啫。從呢條路過去，跟住落去下面，一直行落去就係萬象匯㗎啦。今日介紹呢個屋苑呢，就係石岐嘅星際豪庭啊。呢個戶型呢係87平方嘅兩房，朝南向㗎。佢呢個戶型呢，有一個最大嘅優點呢，就係兩個房間都係朝南嘅，採光都非常之好。目前嘅單價就8000幾蚊嘅啫，總價只要75萬啊！感興趣嘅可以聯繫我，帶你實地參觀嘅。